带来了太平洋的暖意，也带来了一场雨，让我们在这里相聚。今天我们为了一条鱼，然后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早晨。我是桂珠米娅，这本书的文字作者。我从小是听原住民的文化传统的故事长大的，所以文字里面充满了满满的土地的声音，还有气息，大自然的风，或者是雨，或者是水。这也是台东的太平洋连接的海岸，这里住的是阿美族，外人称我们阿美族，但是我们说我们是板扎。在这里居住了将近3000年的阿美族人，我们这里有美丽辽阔的海岸，一样养成了非常非常多的传说故事。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听到了树上住着一条鱼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，以至于有了机会，我就把它化作文字。今天你们就会发现，它原来是从东海岸来的一个故事。树上的一条鱼，在这样的海岸上，我还没有来西部之前，从来不知道，原来龙虾是要用买的，因为我们的龙虾要自己去抓。就这样辽阔的海里，还有很丰富的海产，甚至于它带给我们很美丽的风景之外，它也给我们人文，给我们很多的传说，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。我就是这样长大的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树上的鱼，它来自东海岸的阿美族。我可以坐下，好，这样才可以看到荧幕。树上的鱼，它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听的一个故事。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为什么树上会有鱼。他说，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海带样子的，它叫山苏。它原本是海里的鱼，但是呢，它长得太奇怪了，所以常常就被人家欺负哦。所以呢，它只好很努力的往上跑，跑到哪里去呢？当然是跑到海岸去，因为它长得太奇怪了，脚又很短，它只好用它的身体很努力的往海岸上跑去，躲避别人的欺负。可是呢，还好它有一个朋友叫做林头达拉在。达拉在他长得也很奇怪，他也是鱼族。每当呢鲁布被欺负的时候，他就用他身上的刺呢，怎么样，就把对方赶跑。他把他赶跑之后呢，鲁布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他希望有一天，他也可以像那个达拉在一样，是一个可以保护朋友的鱼哦。当然，达拉在他很相信，他一定可以做到。他也觉得，如果他永远他都是他的好朋友，他一定可以做到的。所以你看他的样子，这个鱼如果长成这个样子，大家也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特殊。所以鲁布呢，他常常就跑到海岸上去见他这个朋友。可是呢，这个达拉在林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鱼族，应该是热心肠的鱼吧。他平常呢，除了要保护鲁布，他还要保护其他的鱼哦。他呢？还要干嘛呢？你看它是海龟，你知道我们的台湾的海域里面有海龟，它要上岸去产卵，那个达拉在就非常的忙，他为了怕他那个小海龟不能孵化呢，他整天就在海岸里面帮忙，白天呢遮太阳，晚上呢又怕人家来偷蛋，所以他就每天的都很忙，去保护小海龟，然后让那个小海龟呢可以好好的孵化。然后到海里去，可是鲁布呢，他一点也帮不上忙，他只能早上、晚上的时候到岸上陪他聊聊天，一点也帮不上忙，所以他觉得很怄。可是呢，达拉在跟他说，没关系，这是我喜欢的工作，你不用抢着帮忙。所以呢，海龟慢慢的就孵化回到海里去。回到海里之后，达拉在林头，他才回到大海里面去。好好的睡了几天几夜，就在有一天呢，这个达拉在很忙的时候，又有鱼开始欺负这个鲁布了。那鲁布就很用力的跑，怎么样跑也是跑不赢。忽然间呢，天空就来了一只大老鹰，他就把那个追鲁布的鱼给抓走了耶。可是鲁布还
怎么连保护自己都没有办法，所以他觉得很懊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老鹰呢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的旁边，他吓死了，想说天哪，这个老鹰会不会把我给吃了？可是那个老鹰看着看他说，天哪，这个是鱼吗？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，所以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人受伤了之后要学会坚强，所以如果就告诉他，我在海里的生活有多辛苦多辛苦。讲到后来，他就嚎啕大哭。老鹰看到这个样子，觉得他好可怜哦，他就告诉他，你在海里过得不好，那干嘛不来森林里啊？你看山上这么大，树林这么多，你可以住在森林里啊。可是鲁布就说，可是我怕晒太阳，然后我那么矮，会被其他动物踩死怎么办？老鹰在跟他说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怕晒太阳，那就到树林里啊。如果说怕被动物踩死，那我们干嘛不住在树上呢？鲁布听了听，他觉得非常的心动。他想了想，他想要带他的朋友达拉塞一起去。回去之后呢，他一直思考，他要如何跟达拉塞说。他就想着，如果他在山上生活，会过得多么美好。于是他就跟达拉塞说，他遇到老鹰的事情。他开始想，他在山上可以过多美好的日子。达拉塞思考了一下之后呢，他就告诉他，我很高兴你有你想去的地方。然后老鹰他在山林里是个强者，他愿意帮你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不能跟你去。你看我这么忙，我要保护海龟，而且海浪它有时候这么顽皮，它会把海岸给掏空了。我得好好的把海岸守护着才行。你去吧，我会希望你过得很快乐。那达拉塞心里想，我也不能永远都是靠着，我不在想说他不能永远靠着达拉塞保护。所以他们就坐在一个星空的夜晚，他就在想，就好好的跟他告别。两人在星空下，他想为他自己努力一次。他就在星空下两个道别，勇敢的呢就往森林里面去了。这里的星空有我们常常讲的流星，还有飞飞的，这是阿美族讲的黑色的大蝴蝶。他第一个遇到的是山钟，可是因为山钟呢真的太软了，他一爬他就掉下来，然后呢他就放弃了。第二个呢，他看到了一个长了刺，他觉得他应该可以保护他，可是他还没有爬，他就受伤了。于是他就觉得，好吧，那我再继续往深山里面去。他一直走了好几天，走到另外的一座山，他又发现了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，他们就一动一动的走。然后也很和善的看着他，他心里在想，我下一次一定要好好的思考，不要随便的就选一棵树就爬上去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就努力的在深山里面找。后来他看到一个光亮亮的树，而且还飘散着花香，他觉得太好了。可是呢，他努力的爬，就是一直掉下来，因为它是九重树，太滑了，它一直掉下来。所以九重就安慰他说：“你不用难过，因为连松鼠爬上来都会掉下去，我真的不适合你，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叶子会掉光光。听说你怕太阳，到时候你会被晒死的。”所以如果他心里真的有点觉得有挫折感，他在想，他是不是应该回海里去了？可是他又不想让达拉塞失望，所以他一直走到一个云雾飘渺的地方。他觉得这里太好了，他觉得往天空一看，有看到一个黑影。他心里一想，会不会是那个大老鹰呢？果不其然的，大老鹰又落在他的身边。这个时候，老鹰就说：“它是一个好勇敢的鱼耶，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，而且这里的动物都非常的温和，连山上的黑熊毒麦也不会欺负它。”所以这个让鲁棍非常的安心。那大冠鸠就介绍他好多种的树，一棵一棵的介绍给他，让他选择他喜欢的树种。最终呢，鲁棍他选择一个茄冬树，因为茄冬树的树干让它伸出悬崖，可以让他看到蓝天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开始住在树上，
是一个住在树上的鱼，他交了森林里面很多的朋友。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啊，老鹰总是愁眉苦脸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原来老鹰是一个不太会筑巢的鸟类，它常常用几根枝条就让老鹰妈妈在上面筑巢，所以呢，它们的蛋就常常掉下来，所以就没有小老鹰。这让萝卜想到他以前的好朋友达拉塞，他保护海龟的样子，他在想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帮忙？于是有一天，他就去找老鹰，他告诉他，我今天有这么快乐的生活，是你给我的，你愿不愿意让我帮你？你在我身上筑巢，你看我的手这么多，我可以帮着你把鸟巢抱着呀，这样你们的蛋就不会掉下去了。而且你看我的脚这么短，可以把树抓得很牢哦。老鹰听了很开心，而后他就开始在他的身上筑巢。这样的样子，久而久之后呢，老鹰的小鸟真的就孵化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最开心的并不是这只大老鹰，而是芦棍。芦棍他在想着，他知道为什么达拉在他的海边的那位朋友，为什么这么坚持的要在海边守护着海龟？他现在有能力保护别人，也有能力帮助别人。他不再是那个海边被追着跑的鱼，他现在可以帮助人家，用他自己的力量。他远远的看着远远的海洋，他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，他想念着他的那位朋友达拉塞。他想跟他说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可以像你一样，用自己的力量保护朋友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感谢他曾经为他努力，保护他的朋友达拉塞。这个时候，太平洋的海风吹来一阵暖暖的风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的鱼整个简要的故事。希望大家能够把一本书给它慢慢的看，慢慢的欣赏。这里面有许多的主角介绍，那我们的种子非常的细心的把它给细细的描绘出来。这个整个历程也非常的辛苦，连一个叶子是不是齿轮状什么鸟的嘴巴都曾经被刁难，而且我们开了很多的会。那这本书会完成，其实它真的是这个土地的故事，是大自然给的故事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有一天，去年2019年的5月17日，我带着移动的身体来到了林务局，没想到我们的林局长他竟然记得这个故事《树上的鱼》，于是他就变成现在的绘本。局长他非常努力，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想说他应该是客气一下，反正就是有个原住民来讲故事。没想到他真的非常的认真，然后非常的督促所有的人，然后上紧发条，把属下所有的人都带着微笑的被逼疯了哈。感谢你们这么样的辛苦。那我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台湾有非常多海岸还有文化的传说，它跟土地、跟大自然都息息相关。只是这个故事正好被阿美族看见了，然后在口述传说里面讲给孩子听，让我们接近大自然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在深山里面从来不会害怕，因为看到的每一棵树它都有故事，每一个动物它都跟我很亲近，它有它自己的神性。于是原住民跟大自然他们都是一家人。最后，我还是要感谢林务局，还有林局长，他真的非常认真。今天你们会拿到这本书，真的要感谢他。我其实常常讲给别人听，他们都说好好听啊。可是就局长说马上出绘本。好了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我再讲下去，他们会说米娅老师15分钟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